我哋嘅衫全人手做嘅，700幾歐羅。學生會唔會有啲愛情故事？成功結婚有3對，一嚟咧可以保青春，二嚟你可以脫單，三嚟你係可以減肥。靚 Selina 年齡秘密職業土風舞秘書人生金句 Never regret。土風舞同其他舞有乜分別啊？一嚟服裝啦，二嚟就係我哋個 team 嘅團體精神。東南亞地方能夠接觸到一個好正宗嘅舞台土風舞，只有澳門。佢哋睇會覺得好簡單，但係其實你要花好多心思去做一個好普通嘅基本步，真係要1個月時間。其實呢個服裝有乜特別？我哋嘅衫其實係全人手做嘅。今日我着呢套係簡單啲嘅，有啲複雜啲嘅，連裙腳都係繡花。外裙係人手用一個織布機繡嘅，呢個襪套都係用人手織。成套要幾多錢？我而家着緊嘅呢套應該700幾歐羅，葡國最貴嘅嗰一套超過2萬港紙，因為全人手做。譬如一條圍裙，上一年200歐嘅，今年已經升到230歐啦。我已經叫佢哋即刻同我做啦。簡單概括一下你嘅工作。我係一個超級保姆，負責各位舞蹈員出去表演嘅 coordinate，有時服裝上都要協助佢哋啦，確保佢哋要飽啦，處理行政工作、維修保養我都要去跟蹤。你喺呢個角色度已經顧好多嘢，咁你覺得邊一 part 最難？其實人際關係係最難嘅，單淨係講學習舞蹈嗰方面已經有好大分別。你要調節平衡翻大家嘅差距。土風舞其中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哋其實唔需要齊，即係我講唔需要齊嘅地方係可能大家都要同一隻舞步上面有少少區別，其實係 OK 嘅，因為我哋嘅 original 其實就係農村嚟嘅，只不過係大家 gather 埋一齊，其實開心係最緊要嘅。我成日都同啲新嘅舞蹈員講話，你上台錯咗唔緊要，最重要就係笑。呢個行業最大嘅阻力係啲咩啊？我覺得係宣傳唔夠，有好多人，尤其是男士，佢覺得佢老土嘅。但係其實你要去學得識、學得精，你要花好多時間。有啲舞步其實淨係有男士跳，佢嘅拍子好強，不下於街舞。咁多唔多男仔嘅學生啊？而家基本上只有一個20零歲，最後生係我哋金菠蘿嚟。學生會唔會有啲愛情故事？有嘅，我哋呢一度成功結婚有3對，嚟跳舞之前佢哋係唔認識嘅，嚟到呢度之後先至認識，跟住結婚，有啲已經有小朋友啦。多唔多年輕人學呢樣嘢？絕對唔多嘅，因為我條平均線其實已經係拉到30幾歲。歡迎大家嚟嘗試下，一嚟咧可以保青春，二嚟你可以脫單，三嚟你係可以減肥。最緊要一樣嘢，其實你可以見識世界。每年我哋都3、4次機會去唔同嘅地方做表演。我覺得土風舞係可以令到你哋見世面之餘有自信好多。咁你哋成立咗咁耐，做過幾多場演出，去過幾多個城市啊？我哋2006年成立，表演就超過1000場。中國內地除咗新疆同埋西藏，其他所有我都去過晒。美國啦、韓國啦、日本啦、馬來西亞啦，其實我哋係去咗好多地方。有啲咩最印象深刻嘅經歷？2019年回歸，因為嗰次排練嗰陣時差唔多係搞咗1個月，每晚等到夜晚2、3點鐘，等導演做 call，第二日使唔使去彩排？有就第二日放工去啦，冇咁就大家都好開心啦，可以好好地屋企食餐飯啦。咁你知唔知道土風舞係非遺？我知2020年嗰陣時，其實幫助係好大嘅。宣布咗我哋係非遺，我哋會做多咗係 education 方面嘅嘢。好多學校我哋都會做一啲 workshop，話俾佢哋聽咩係土風舞。因為其實唔係好多人認識呢樣嘢，可能喺佢哋眼中其實只不過係一群人着住一啲紅色嘅衫喺度轉啊，但係佢哋原來唔知裏面係有咁多嘢。你對而家嘅年輕人有咩建議？有問題就去面對，反正都出現咗個問題，你唔解決佢都喺度噶啦，Never regret 咯。